家平安，大家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亲子礼拜的时间。今天是我们这一季新课程的开始，在亲子礼拜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时时来提醒我，时时来陪伴我，让我有从你而来的智慧，从你而来的平安跟喜乐。现在我们又再一次要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来听你的话语，一起用诗歌来赞美你。恳求你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耳，用心听你的话语，开我们的心，让耶稣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与提醒，让我们所做的所说的都讨上帝你的喜悦。谢谢你将以下时间交托仰望在你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马太福音22章37节到40节，约翰福音13章34节到35节。你要专心、专情、专意听主你的上帝，这是上大佮第一的诫命。第二个嘛是上款，要听厝边亲像听家己。全部律法甲先知的教示，拢用这两条做根据。我予恁一条新的诫命，恁着三听，照我听恁安尼，恁嘛着三听。恁若三听，众人会对这来知，恁是我的门徒。我要走走走，在你光明中行走。
让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记载在彼得后书1章3到11节。上帝的神能已经把我们过敬虔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给了我们。这恩赐是借着认识那位呼召我们来分享他自己的荣耀和善德的上帝而得的。这样，他把他所应许那最大和最宝贵的恩赐给了我们。借着这恩赐，你们得以逃避世上那毁灭性的欲望，而分享上帝的神性。为了这缘故，你们要尽力在信心上加上美德，美德加上知识，知识加上节制，节制加上忍耐，忍耐加上敬虔，敬虔加上手足之爱，手足之爱加上博爱。这些就是你们应该培养的品德。如果你们都具备了，你们就会更积极、更有效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是，缺少这些品德的人是短视，是瞎眼，忘记了他们的旧罪已经被洗净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要更加努力，使上帝的呼召和拣选成为你们永远的经验。有了这些经验，你们就不至于堕落。这样，你们会获得充分的权利，得以进入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恒的国度里。各位家长，各位小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平安。在今天经文彼得后书1章3到11节的地方，彼得使徒向我们说到了，上帝呢已经将我们过敬虔生活所需要的一切都赐给了我们。那到底他赐给我们的，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什么呢？上帝赐给我们的是借着认识那一位耶稣，认识那个耶稣，认识那一个上帝安排在我们生命当中那最宝贵、最好的那一个耶稣。这样子说回来，小朋友，你们认识耶稣吗？你们知道他在你们身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吗？好像有点抽象，对不对？没关系，今天我们借着认识彼得告诉我们的这些话，我们要来更加进一步了解，到底过敬虔生活以及上帝所赐的那一个耶稣基督，到底与我们有什么关系？而在今天要说到的这个经节里面，也提到了我们过敬虔生活需要有8个重要的步骤。这8个重要的步骤分别是什么呢？最重要的第一个是信心，再来是美德、知识、节制、忍耐、敬虔、手足之爱，而最后是博爱。这8个品格呢是非常重要的。彼得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应该积极的去培养这些品德。透过培养这些品德，我们能够更有效的认识耶稣基督。但是这些品德呢，我们并没有办法马上就1个、2个、3个、4个、5个、6个全部都拥有。我们必须慢慢的去累积，就像是一门武功一样，有初阶、中阶跟高阶。培养这些品德，让我们更认识耶稣基督。可是呢，老师刚有问，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了些什么吗？好像是牧师有说过，好像是爸爸妈妈有说过。然而今天老师要来鼓励大家，
大家必须自己来去认真的看待耶稣与我们的关系，自己来去认识他。老师要透过讲一个故事，让大家能够去思考，到底耶稣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地方住着一群老鹰。那边的老鹰呢，非常的巨大。那边的地方呢，宛如我们现在的地球一样，非常的大。整个地方充满着老鹰，他们生活在呢非常舒适的环境，有非常多的大树，让他们可以飞到上面休息，有非常充裕的食物，让他们可以在那边饱足。他们呢每天一大早就会起床，过着井然有序的生活。他们呢会起来，一起飞翔到天空之中，去舒展他们的筋骨，并且运动。到了接近中午的时候呢，他们会成群的飞出去狩猎。每天都过着非常井然有序，并且美好的日子。他们每一只老鹰呢，都是非常的雄壮、威武。这些老鹰呢，他们呢是非常善良、非常正义，也非常得到创造他们的那一位神的喜爱。可是呢，有一天，有一只不是老鹰，有一只非常邪恶的鸡，它有魔法。他来到这个国家，看着这些老鹰，他心里面产生了嫉妒。他心想：为什么这些老鹰，他们过的生活这么的美好？他们每一只老鹰都可以飞到天空中，哇！而且呢，他们又那么得到那一位神的喜爱。他心里面非常的嫉妒，他心想：我也是那位神创造的，可是我不能够跟他们一样。于是呢，他想了一个方法，他施展了一个非常邪恶的魔法，就是让这些老鹰们，他们都以为自己跟这只鸡一样不会飞，并且让他们都以为这一只鸡是他们的国王。这个鸡呢，它非常邪恶，它让这些老鹰呢，每天都过着非常荒废的生活。首先，它不让他们飞，也不让他们知道自己会飞。接着，它让他们每天都可以睡到饱。他们中午呢，本来要去狩猎的，但这只鸡呢，会为他们安排好，他们不用去狩猎，他们每天都过着这只邪恶的鸡为他们安排的那样的荒废的生活。慢慢的，这些老鹰，他们忘记了，也不知道自己会飞，并且他们呢，因为这只鸡为他们预备了不用出去工作狩猎就有吃的这个过程，他们每一只都变得胖嘟嘟的。乍看之下，从远远的地方看，他们确实就像只鸡。这个邪恶的鸡，他心想：我的计划终于得逞了，我把你们每一个人都变得跟我一样，那你们呢，就不会再得到创造你们的神的喜悦了。可是这只魔法鸡，他并不知道，创造老鹰、创造鸡的这位神，他其实每一个他都爱，
他看着这只魔法鸡做了这样的事情，他很难过。于是呢，他就派了一只老鹰到他们当中。看起来这只老鹰与其他的老鹰没什么不一样，但其实这只老鹰是那个神他的儿子的化身。这只老鹰呢，从远远的地方飞往这一群老鹰居住的地方，它飞过去。这些过着荒废生活，每天不用工作、不用努力、睡到饱、吃到饱的老鹰，他们看着天空，忽然发现，怎么有东西在天上？哇，那是什么？所有的被迷惑的老鹰，他们都聚集到了这个空旷的草原，看着天上的那一只老鹰，他们都在议论：他是谁？为什么他在天上飞？这只老鹰从天空慢慢的降下到他们当中。这些不知道自己身份的老鹰当中的老大就走了出来，就质问了这个从天上而来的，那我们就暂且称他为神鹰。他就叫这个神鹰说：为什么你可以在天上飞？你是一只鸡呀，鸡是不会飞的啦，鸡不会飞。这只神鹰呢，听完了这只老大的老鹰跟他说完之后，就告诉了他：其实你们跟我一样都能飞，我是老鹰，你们也都是老鹰。这只代表着这个国家的老大的这只老鹰，他就心里面产生了疑惑，他就对这个神鹰说：不可能，不可能啊！你是鸡，我们也是鸡呀，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生活的啊。我们的鸡国王说，我们只要过这样的生活就好了。为什么我们要去过你的生活？我们就是鸡呀。这个神鹰呢，知道了这些被迷惑的老鹰，他们其实是因为被这只嫉妒的鸡所影响，所以呢，他也明白了自己的任务，就是要来帮助这一些老鹰，他们能够重回原本那个在天上翱翔、每天过着非常有秩序生活的老鹰，他要来带领他们成为他们原本的样子。于是呢，他就告诉大家：不信，你们看我飞一次，让你们看看。他展开了他那巨大的翅膀，非常的美。他拍了他的翅膀，越拍越快，渐渐的，神鹰的翅膀越拍越快，产生了一股风，将它带上了天空。这些被迷惑的老鹰看着它渐渐的飞向天空，进入云层的时候，每一只都说不出话来，因为他们真的看见了那一只被他们说成是鸡的那只老鹰，它真的会飞，而它真实的身份跟他们是一样的。神鹰飞向天空的这个举动，感动了所有的被迷惑的老鹰，也让他们从被迷惑当中慢慢的醒过来。神鹰又从天上飞了下来，告诉他们：如果你们想要找回你们真正的身份，也就是老鹰，那从今天开始，你们必须过得跟我一样的生活，那就是每天
6点起床，张开你的翅膀运动。每天中午的时候，也为着自己的午餐去努力狩猎，不去过着荒废的生活，也不会整天睡觉、好吃懒做。你看看你们每一个人身上的肉又肥又大，这样子你们怎么能够飞得起来呢？如果你们想要跟我一样能够在天上翱翔，那你们必须过着跟我一样的生活。这些被迷惑老鹰，他们渐渐醒了过来，也决定要照着他的话去做。于是他们每天呢，早上一大早就起来运动，到了中午，他们也为了自己的下一餐去狩猎。这件事情呢，也让那个邪恶的魔法鸡知道了。他知道他的计划已经被那一位创造这个世界的神知道了。他心里面感到非常的害怕，很怕会被这个神给惩罚。于是呢，他在晚上没有任何人发现的情况下，他就收拾了他的行李，偷偷的离开了这个国家。这些老鹰呢，渐渐的跟着这只神鹰的生活，慢慢的，他们的肌肉又跑了回来，他们呢的翅膀也越来越有力了。直到有一天，时机成熟了，他们所有的老鹰都来到了那一天，在那一片草原遇到神鹰的地方，全部人都到那里。神鹰呢，一如往常的在天上飞，并且呢，在大家都集合好了之后，飞了下来，告诉大家：各位，真是太好了，我看见你们的努力了。今天就是你们跟着我一起飞上天空的日子啊！来吧，跟着我。大家在拍动翅膀的时候呢，其实心里也有一点犹豫，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真的像这个神鹰说的一样。但是呢，神鹰鼓励了每一个被之前被迷惑的老鹰们，告诉他们：你们一定可以的，你们一定可以像我一样。于是呢，每一只老鹰都开始非常快的拍动翅膀，越来越快，越来越大力，直到每一只老鹰都离开了草原，浮了起来，并且飞向那一片蓝天。故事就说到这里。透过这个故事呢，传道想要跟大家说的是，其实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呢，就是按着他的形象来造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本来呢是没有任何的罪，是非常的呢跟上帝的关系很好的。可是蛇魔鬼的化身，他非常的嫉妒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呢，他就从中来破坏。但是上帝真的是非常的爱我们啊，他想要让我们呢跟他的关系修复和好。可是我们有罪啊，上帝是完美的，这个罪呢会让我们跟他的关系产生隔阂，必须借着其他的方法，而这个方法就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了我们当中，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告诉我们跟随他，相信他。他要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恢复，让我们因为跟着他而能够得到拯救，不至于被毁灭性的欲望给怎么样，给影响，给破坏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彼得他告诉我们，
上帝已经把我们敬虔生活所需要的所有的一切都赐给了我们，而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认识耶稣，把他安排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个美德，去每一个的把它给活出来，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更加认识耶稣，相辅相成。而这整个一切将要成为我们信仰生活的经验，是一个追求真理的经验，是一个明白真理的经验，是一个得到永生的经验。而现在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步的来体会。愿上帝的话语帮助每一位孩子和家长，能够更加的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上帝，以及更加的来认识如何在我们生活当中去行出这样重要的美德，是上帝喜悦，也是更加认识他的经验。让我们一起来读本周金句。上帝的神能已经把我们过敬虔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给了我们。彼得后书1章3节。上帝的神能已经把我们过敬虔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给了我们。彼得后书1章3节。上帝有用伊的能力，将敬虔的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赐予咱。彼得后书1章3节。上帝有用伊的能力，将敬虔的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赐予咱。彼得后书1章3节。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愿你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放在我们的脑中、心中，以及我们的行为中，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越来越认识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能够透过去做出你所喜悦我们的这些美德，来帮助别人更加的来认识你。我们就是一个传福音的器皿，我们要来将你的爱、你的好消息，也透过我们自己来与别人分享。谢谢你，我们这样子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阮伫天顶的爸，愿你的名寿，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你食，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敌手，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止。阿们。
因应疫情，我们依旧维持线上亲子礼拜，欢迎礼拜天早上9点与我们一同在线上敬拜上帝。9点半，邀请大家依照自己的年级进入幼儿园以及低、中、高年级，还有国中组的线上 Meet 小组，与同学们一同分享。本周读经范围：圣经彼得后书1章3到11节。彼得后书1章3到11节。阿尔法儿童圣经朗诵比赛，本届赛事因为疫情采录影参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详细报名资讯可参考报名简章。大家平安，这边有一个活动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台南东门巴克里纪念教会，我们的儿童营在10到12月，10月23号音乐律动营，11月27号科学小达人营。12月25号体能运动营。报名资格：幼儿园到国小6年级。活动时间：礼拜六下午3点到5点半。在同一个时间，也有我们的幸福家长成长班，欢迎家长一起报名，跟小朋友一同在教会里面快乐的学习，一起成长哦。台南东门巴克里纪念教会快乐儿童营，欢迎你！小朋友，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我们同心来祈祷。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今天的故事当中有好的领受，也求主大大的来带领这一群孩子还有家长，让我们可以透过主啊你的话语以及认识你，来让我们的生命活出主啊见证，也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丰富，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不管在学校，也不管是在工作，不管在任何地方，别人都要在我们身上看见主啊耶稣的形象在我们身上。主啊，感谢你，我们将今天的礼拜全然的献上，也将我们的祷告献上，也求你继续带领等一下的 Google Meet 分组，让我们在当中有好的学习，好的分享。求主帮助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